尊贵的仁波切，很高兴今天能够真实跟仁波切见面，看到您，谢谢。有佛弟子，我是杜丽敏，有2个问题，请仁波切开示。第一个，中国佛教与藏传佛教一般人都分得很清楚，请问那个中国佛教与藏传佛教差别在哪？有什么不同？还有第2个问题，听说现在西藏有很多的成就者，在涅槃的时候都有很多的瑞相，如彩虹、舍利子，请问他们都修了什么法才有这样子的那个成就？请仁波切开始。第一个问题啊，说藏传佛教与中国佛教好像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因为藏传佛教跟这个南传佛教还有这个汉传佛教，这是佛教当中的3大派系。然后藏传佛教当中呢，也有不同的一些教派。所以一般你可能说的是所谓的中国佛教是汉传佛教，那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呢，究竟的意义上应该说是完全相同，因为汉传佛教也承认先发菩提心，中间积累资粮，到最后的时候获得佛果，而藏传佛教的教义呢也是这样的。汉传佛教也承认是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我们这个教法的教主，他传了3转法轮，宣说了84000法门，然后利益无边的众生。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修行的话，不断这个成就。那藏传佛教的教义呢，也是不离开的。就是所以说呢，我想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呢，可能细微的有些比如说这个个别的一些汉传的禅宗啊、净土宗啊、华严宗啊，他们的个别的修法和教义重视的法本跟藏传佛教的个别的一些萨迦派啊、尼玛派啊、格鲁派啊，他们之间的一些教义呢，当然是有所不同，但这个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就整个教育的体系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里面的这个一些课程不同而已。就像台湾大学当中的话呢，有不同的学院，有不同的学院当中呢，还有不同的系不同的系呢，有不同的系主任和系老师。那他们的思想跟其他的这个学院当中的系的之间的差别呢，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体的，也可以说是他体的。那么世界上的宗教也好，我们佛教之间的关系呢，也是这样的。大家都不能认为，因为我是学汉传佛教的非常的讨厌藏传佛教；因为我是藏传佛教，非常的排斥汉传佛教。这就是不懂佛法的一种表现。以前都有这种情况有些我以前遇到过一个净土宗的老菩萨他就特别讨厌这个藏传佛教，甚至穿我们红色的衣服的人的都不叫讨厌。有一次他在坐火车的时候，开始骂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呢她的头发不长，然后穿着红衣服，她原来认为这是一个喇嘛，就是然后开始骂她，就是最后呢，就是自己发现就是自己骂的不是原来是一个藏传佛教，后来她自己也觉得是自己太笨了吧，后来她慢慢也是进入藏传佛教，就是她就叙述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也在笑，她自己也在边笑边哭。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些佛教的这个教义呢，就是要了解，就是很重要就是了解很重要。这样之后的话呢应该是对我们这个自身的这种各方面呢，是有利的。然后你的第2个问题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都应该大家就是互相这个学习，互相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就是很多问题一次而可以就是了解的。